创业係幾多後生人嘅夢想，也係幾大嘅挑戰。新竹湖口有一間老火炭工廠，談論時代改變，引來一模發展呢。唔過第二代陳偉成接下來做過後，伊決心愛一隻業備無窮用。唔過伊口冇試業嘅過程，頭下唔係幾順利哦，還會申請勞委會嘅專案，兩個一些的業風來過熱，各想辦法爭取一些錢來研發。到里面呢，還搶存到3000元嘅創業基金，好第二行係堅持下來，又有貴人提聽數，人家一團其他朋友開發出來嘅木刺油清潔保養也到用品，一張嘢的營數有8萬元個價。湖口路健康人高上高下，把路開設的風格建築，逢準內嘅的永健行路，東有路市面嘅店面都東上嘅，也特別係人下了嘅東考慮老料嘅蔬菜。啲路嘅路項有一群做得寫拍嘅衫同衛生裙嘅後生嘅，啲人群路項特別上嘅注意。富老街這邊已經大概100多年的歷史，我們進來已經半年的時間。其實我們在這邊很重要，就是要拜一下我們這邊當地最重要的守護神三官大帝。日本嘅30歲嘅後生兒，當地嘅準備去湖口路街重用嘅信用中心3年強，哀求工作順利。也有係朋友未喺鄉下做生意盤，啲路街巷賣木刺油清潔用品。其中省內前高台仲係風頭消滅嘅陳偉成，係團隊動作嘅最終。佢未食係湖口路街嘅土南人。來，大家聽一下。來，不要拜我，來，趕快來聽啊！再聽故事啊！我跟你說，其實我們在蓋這座廟的時候呢，它這座廟本來是坐東朝西的。那現在經過這個在30年代，民國30年代的時候，它有做了一個轉換的位置，然後到現在做了這個朝向。湯記講3年用嘅歷史，講到都good，要搞避暑八腳，天天上到大家注意。陳偉成喺湖口路街做沙期土南業為3年。我嚟搭車，村眾同居民登記按熊下按天數。這寺廟有很多的龍柱，你不管你在清水祖師廟，在三峽清水祖師廟，湖口的這個湖口老街的這個三元宮，你會看到很多的這個龍柱在盤騰盤旋。那不管你怎麼樣飛騰盤旋呢，這個龍呢一定要朝上。其實我們過去在我剛大學畢業的時候，其實在地的村長很熱情的邀約，讓我們在這個湖口老街的街尾的地方，應該算街頭的地方，在叫做這個老湖口天主教堂。那其實他把閣樓借給我們這幾個年輕人，就我們最初的3位到4位的這個年輕人，在那個地方做創業的一個小基地。那事實上，在那個時候，我們唯一能夠為社區做一點服務的，就是在社區導覽的時候，或者是社區有客人來的時候呢，我們可以當做一個在地主的一個身份，幫忙他們介紹這個地方好吃好玩的，還有一些特色的產品跟產物。陳偉成其實係菜天兒，廿830年前就喺湖口路街附近內開火炭廠，專門提供燃脂炭本舊時嘅家庭來用。不過下後單個用瓦斯，工作生意也越來越難做。你要再燒烤的不行，不能用。變成它有確定幾個事業可以用原子炭，但是那些如果沒有煙囪或是被取締以後，他就一改瓦斯或是改柴油或什麼，或是改黑油什麼，我們送到他也不要了，變成說我們的客戶也一直萎縮掉。然後我們的來源這個木材行，因為原木各國都禁止出口，變成你沒有原木可以鋪，很多製材廠，像湖口就5、6家以上了，都關門了。我們沒有原料，我們也是要關門。看到亞貴作為安東人的條路，強會做唔下去，陳偉成都唔盼得。
此时看到阿爸阿妹办火炭办到意识舞蹈到位，做亚长亚妹，严重给迟到唔上马嘅条路，佢迟到也唔係辦法。我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搬木炭的20多年、30多年的师傅，哇，我看他很辛苦在搬炭，然后他是独臂，他没有右手，然后左手这样搬运。啊，说哇，叔叔你很厉害，很辛苦哦，啊这样搬炭搬了这么多年。他说搬炭你不要想太多啊，搬炭就是工啊，工这个字不会出头啊，你搬得再好，你也别想出头。哇，我那很感慨。其实2003年，陈伟成嘅阿爸就是投资1000万元，掘出天然嘅木籽油，强推工厂来研发商品，行起冇成功。看到安樣，陳偉成點到有位嘅心，為老火炭廠尋出新嘅出路。所以我心中有一种怨念或者一种欲念，就是想要说，我要争一口气，我要让妈妈、让我的父亲，他们抬得起头，而且就从做炭开始。如果我要创业，我要做一个事业，我就从做炭开始。講到陳偉成想為巧妙自家嘅事業，經過嘅件事其實唔會輸本廿800。研發嘅事前，陳偉成請巧妙足嘅錢，故數佢13年嚴做架空條路，下後還同伴向下申請勞委會嘅沙期投籃工作專案，2年以前嘅錢來度日嘅。之前專案的時候是比較辛苦，是領最低薪資，然後17900塊那個，甚至要養活自己都不是那麼容易。對，所以我們那時候最辛苦的時候，我們可能利用多餘的時間，然後再介紹木萃是什麼。那可能說我們這個月，因為透過導覽的方式，導覽一場，我們可能說，多了100-200塊的收入，就是靠這樣的方式去來穩定，可以讓我們更可以生活。後第2005年，由工研院技術輔導，強用開火炭工廠嘅阿伯開發出蒙料油。陳偉成總算看到自家嘅事業按用嘅發展將有機會。其实我们在制造木炭的过程中，会产生高温跟水烟。那这个水烟呢，其实过去是没有回收的。那我们透过一个技术，把这个水烟给回收回来。那在烧制木材的过程，就会产生2个产物，一个是木炭，一个是木作液。对，那这个木作液它有非常好的天然的一个抗菌的效果。那它本身就是一个酸性的物质，所以呢，如果用它来做清洁环境的话，它可以有效的去污、有效的抗菌、有效的抑菌，对，是它这个木萃液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木籽油頭擺第一本，專門用來諷刺有機農業嘅開創。陳偉成喺虎口路嘅投籃期間，就一篇研究發展韓做地用到奶。唔過剛開始做，頭下馬本錢唔多，愛錢推工廠，生產冇咁簡單。唔過未認真按用。做出老朋友目標用嘅品牌定位。我們小批次的，每一批次顧好，讓每一位消費者拿到的產品都是最棒、最新鮮的。一不對，一不好，我們馬上修正。你不要做一堆，然後為了賺錢，然後去做這樣的營售。所以我們一步一腳印這樣做。所以我們從最小批次20瓶這樣賣。來，直接拿就吃了，直接拿幹嘛？就是怕自己吃相太醜，然後不敢在鏡頭前面曝光的。2008年，陳偉成邀請同5尊韓國淘汰後嘅好朋友無盡空體，向下來發展電子商務。當時政府方搶存到3000萬元，其下嘅堅持冇價錢退款。故所謂稀奶稀錢，有奶就會蔬菜好賣。不過認真當時木籽油批起來凍酸，催工嘅過程青島唔好。一直到反轉年，團隊認識嚟醫藥研發專家廖林珍，按內將老木籽油轉型成功。我們的一個契機就是廖林珍小姐，她進入到我們的實驗室，然後主張就是希望把這樣好的一個天然的抗菌的一個材料，把它運用在居家環境的清潔上，寵物系列的居家用品清潔，環境的，然後到人身上的清潔用品，就這樣一系列這幾年間把它開發出來。那尤其在電話訂購的時候或網頁訂購的時候，他會說我要1瓶洗手手洗慕斯。
那怎么办？对，所以有没有大家提议一下品名的部分，给一个建议？为创立品牌嘅特色无咁简单，故數團隊大招數，大家都會向下開會同腦筋。一群後生人嫌多多嘅，辦公室都空，總係鬧熱漸漸呢。故數雖然條下馬做到呢件事，不過也都團員都行嘅留下來，為新聞發展目前有嘅產業。接觸到行銷之後，就發覺行銷是很活的東西，是很有趣。那其實是可以創造出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然後一些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東西讓它的價值提升到最高，然後讓別人知道。那這件事是我們是覺得很有趣。我跟偉成其實怎麼講，就是我們真的亦師亦友啦。我遇到其實任何大小問題，我都會去請教他。然後我那時候想說，如果可以跟他一起工作，一起創這個業，那當然不知道未來的情況會怎樣，但是我覺得在他的帶領導之下，我覺得一定可以將木做出一番成績。所以當初其實薪水這一塊根本不會在考慮的狀況下，又或者說你不知道這個事情未來會怎麼發生，你就會想要賭一把看看。這直接是線條上。喂，你好。然後就是可以給他們發一張照片上來，然後蓋完之後，看他們要上課是幹。就是有童話啊，還有工作寶寶的一些。是。呢度會發展行卡多嘅店來賣產品，為行卡多消費者來認識。除睇平常時嘅條路，也都承認行為做自家產品嘅碼頭，無論翕相片、翕樣片，下下都係自家種貌。那最希望就是消費者能夠很直接而且很安心的看到說我用的東西是他們在製作的。我想這種負責任的態度是現在可能大企業對消費者來說是看不到的。對，你可能看不到一家的公司的老闆或者是一家公司的生產員的照片會出現在產品上面，但是我們這麼做，因為我們希望他真正確確實實的得到這個信任感跟安心感。這個都是木屑，所以都很安全，不用怕哈。好，趕快和一和。原先木屑很多人呢。真的哈，這屑還好，幫你加一些。我拿來，我把。你把它對，把它這樣拉一拉。團隊美食嘅 DIY 嘅課程，為行卡道嘅消費者來接觸安全又天然嘅產品。事業地虎口天主教堂做起事，也下要在個進度虎口路嘅來開店。對條下馬3000人員嘅創業基金做到一下，一整年營業額至少有200萬元安好嘅成績。這強強就為數以來嘅產業，有個亞區後生人轉去故鄉，未簽到嘅也賺實退嘅價錢。